嗱，都話一家唔知一家事啊。若然以上嘅兩位老人家仲係等人哋非常惋惜嘅話，跟住呢位一家之主嘅男人就絕對係令人憤怒，毆打大咗肚嘅老婆，連外父都冇面俾，牙都打甩埋。而咁嘅人竟然係喺法院做嘢嘅書記員。嗱，最近有人咧喺網絡曝光咗呢件事，咁究竟係咪真嘅呢？近日一個微博引嚟咗眾多關注。博主最傷心的痛2011喺微博上面話，有位變態法院書記員無故毆打已經懷孕嘅老婆，並多次喺公共場所強暴自己老婆，仲將外父一隻牙都打甩埋。而博主自己就係嗰位大肚婆。微博仲話自己個老公係大學生，而家喺法院工作。佢好囂張咁話：法院係我家，你中意去邊度告就去邊度告，即係有啲咁嘅絕版人渣。兩個嘅經過多番嘅聯繫，終於喺中山石岐揾到咗博主阿梅。一面苦笑嘅阿梅話俾老友記知，自己微博上面嘅每一個字都係真嘅。從註冊完之後就跟我對我就不好，是我家人精神上、身心上受到了很大的傷害。阿梅話：舊年7月經朋友介紹，佢認識咗中山中級法院工作嘅書記員黃某某。8月份兩個人就閃電結婚，婚後1個幾月，阿梅就懷咗孕。點知噩夢就喺呢個時候開始，個老公對阿梅唔係鬧就係打。12月16號夜晚，佢又再次毆打阿梅，連上嚟勸交嘅外父都唔放過。今天呢，我說你看宋梅都懷孕正常時間了，你還這麼打她嗎？王明天轉過身來就照着臉，砰砰就打了兩拳。那時就臉就是啥呢？麻木了啊，這個牙齒那個鬆動。阿梅就實在諗唔明啦。婚後自己對老公係百依百順，老公做乜嘢係唔滿意嘅啦？不讓他做任何家務，水果切好，茶水倒好，手指甲、腳指甲我都剪，連護膚霜我都做。哥哥，我還要做什麼？今年1月，阿梅向黃某某提出離婚，唔到半年嘅婚姻宣布告終。他是法院的人啊，你這樣式的，你執法犯法，這樣是我們老百姓連討公道人都沒有，這讓我心很難受的。國家開公務員能要到這樣的敗類呀？老友記今日都聯繫過中山中院嘅相關負責人，佢哋話黃某某的確係佢哋法院嘅書記員，不過人哋屋企嘅私事佢哋不作評價。隨後老友記都聯繫上咗當事人。是王明天嗎？啊，是啊。哎，我電視台記者啊。我不想接受採訪。就是對那個家庭暴力的怎麼解釋呢？好的，好，就這樣，好，拜拜。法院是佢家，如果真係佢家，就唔係話個書記員仔啦，連個法官都做唔到，唔好話俾我睇死佢，咁嘅氣度一世都做唔到法官。嗱，阿梅話好唔明點解自己對佢百依百順，佢都咁衰。嗱，喺度真係要話阿梅啦，對老公做夫妻唔係話百依百順就可以維繫，人哋就會對你好，無論係為人老婆定係老公，除咗對人哋真心之外，仲要做翻自己，等自己有尊嚴。你同你老公係平等嘅，唔係佢嘅附屬品。如果真係要百依百順，咁呢段婚姻從一開頭就行錯步棋啦。